壮观了，哎，好壮观的百足真人公厕，你看这么长啊，哦，要拍录影要拍1-2分钟哦，哦，好壮观了，哦，在这个将近乡的清喷森，接下来要往南边西星宫了。百足真人的公厕，哦，你看那么长，哦，很壮观呢。要过西滨快速道路到那南边西寮西星宫了。啊，原来是临安宫的嘉里临安宫的嘉里金堂殿绕境活动还有3天的第1天哦，到将军乡的清水森哦，北边那个。